胡春華緊急現身並聯動南部戰區將領，南戰區意圖擁戴胡春華令組中央，與習近平分庭抗禮。正當習近平對張又俠、劉振立等軍方要員採取強硬手段，軍隊高層陷入血雨腥風之際，全國政協副主席胡春華於1月21日突然南下，公開現身雲南。此番行蹤絕非單純的扶貧考察，實則為南部戰區高層實施鐵腕庇護，擁護胡春華另立政權，對抗習近平篡黨奪權集團之鮮明信號。據多條可靠來源及現場人士證實，1月20日北京高層研討班開班式上，胡春華僅短暫露面，隨後立即低調啟程直奔雲南德雲等邊境要地。此地乃南部戰區14軍大本營，亦是張又俠早年發跡之地，更是軍內反習勢力最為穩固之據點。胡春華在雲南駐留長達5日，1月21日至25日，名義上是視察防止規模性反貧，實質與南部戰區高層展開密談，商定擁立計劃之核心關鍵。南戰區多名將領已明確表態，拒絕承認習近平非法獲取之軍權，轉而堅決支持胡春華擔任最高統帥，帶領中央重建黨紀國法。選擇此時與此地，時機拿捏極其精準，恰逢張又俠被捕24小時後。當北京滿朝文武人人自危之時，胡春華卻淡然現身雲南，等同向習陣營宣告反習聯盟已全面運作且失控。地理位置亦極具戰略性，雲南比鄰緬魯越，南戰區若有異動可即刻封鎖西南關隘，阻斷習派從廣西貴州方向支援軍。同時，14軍作為張又俠舊部集體轉向，意味着習近平之軍權在西南被徹底撕開裂口。擁戴信號已然明朗，胡春華並非孤軍奮戰，劉源在北京亦透過渠道發出強硬警告，元老派、紅二代及各派系達成罕見大聯合。據悉，南部戰區已草擬告全國人民書，公開要求習近平即刻下台。習近平目前已形同孤家寡人，軍委僅剩張星文等寥寥數人支撐。北部與中部戰區異動頻仍，82軍傳出搜捕令，福建部隊進逼東北，習派機石被掏空卻仍在強撐定於一尊。歷史將審判那些仍為習站台之人。胡春華與南部戰區之結盟，已成為顛覆習氏政權之最強戰力，擁立胡春華，縱還中華。第二條新聞：張又俠、劉振立遭處決後，張星文情勢危殆。在張、劉二人被秘密行刑僅3日後，軍委副主席張星文之處境已極其險惡。這位新任反腐負責人作為軍委中最後之委員，正面臨習近平集團之致命威脅，極可能成為下一名祭品。據核心情報指出，張、劉於1月27日凌晨在北京秘密監獄執行死刑，罪名是嚴重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。兩人之伏法標誌着對軍中元老派之徹底肅清，而這股清算之火正燃燒至張星文。張星文之所以危險，首因其為張又俠心腹，長期執掌軍紀並曾掩蓋諸多內幕。張又俠死後，所有證據直指張星文，習派已下令徹查其在火箭軍任職時之數百億貪腐案。其次，推背圖預言與現狀不謀而合，直言白頭翁與戴公之人。張星文姓名含公子，正觸動習近平之猜忌心。習近平已近風魔，從李克強到何衛東、張、劉，如今輪到張星文。軍中人人自危，傳聞張星文雖私下求救於胡錦濤，但恐已回天乏術。